好1比0，咁啊好啲啦，定啦。所以有陣時打波好多諗唔到啊，一路落嚟咧，孟加拉咧，佢防守都冇走甩過香港隊嘅球員嘅，但係呢腳波咧，因為跣一跣腳，導致到急再出腳就輸咗12碼，又係一個犯錯所致。係啊，係一個犯錯啦。上場波大家都把握得到，今次港隊都把握得到，孟加拉一次嘅犯錯，博到球12碼，柯永佳操刀得手，門將馬馬就捉錯咗路先啦。看翻龍門嘅左下角地波啊，冇問題嘅，轉添啊，靚波好有信心，係又靚又入啊 ，OK 啊，頂得住壓力啊，哇！係啊，尤其是喺咁嘅情形咧，你頂到壓力好緊要嘅，射12碼。招牌慶祝動作啊，波千南式嘅慶祝動作啊，一先啦，劉家喬單挑對手，扯到埋12碼區裏面一頭中，好定啊！呢個波俾到個頭，有機會，有機會，哎呀，個波因為咧拉基何生。再扯高波笠到埋去，哎呀冇問題，余子南。譬如紅衫球員啦，阿華頓都試過跣腳嘅，呢個位扯到波埋，批到現場，哎呀食到埋去又冇事，應該顏卓斌幫翻頂翻住個位啊嚇！啊，佢右腳扯埋頭柱，哎呀對面咧就一頭作翻走先係嚟自巴文嘅，亦都當時第2圈孟加拉唯一唔使輸嘅賽事場，多馬里跑，哎呀門將封到先啊，謝家榮冇問題。最怕就話對方快你一步啊，變咗就呢個波有機會輸12碼。好在佢快。嗱，再睇多次頭先嗰個波啊，5波嚟㗎，個波一落地接得比較快嘅倒先啊，好在。哇！如果唔係倒先嘅話咧，疫情咁啊一早已經係買晒飛咁。哎呀，我錯咗機會嚟啊嗱，粒射有啦啩，哎呀，呢個波都夠快㗎啦，因為龍門嘅馬馬就褪咗出嚟啊，費南度，啊佢都覺。點搞法？再吸翻橫之下，玩個高波埋拉基何塞，冇問題啊嚇！見到隻中落安啊，成功啊作翻走先啦。揾頭先啦，查咗你底線，右邊，哇！你睇下，個波只要撞到個波咧，已經係入㗎啦。啱啱魚子攞前咗啊，攞前咗之後，烏甸就反而扯遠處位置就啱啱繞過魚子南。如果爭啲晒後上接嘅18號仔就意思。咁啊問題就嗰啲攻擊係交翻俾。邊個咧？安永向翻前少少位置，對翻住個位，錯翻個高波，set個熱傳，冇問高波落去，冇問題，一仔頂翻走先，再冧翻阿華頓上翻腳，博波犯規 OK 嘅，而家更加。關於博犯規戰術，一時就係對手敵人而冇嘅敵人啊！伊斯蘭攞咗個黃牌。我開始都球證都執法比較都開始嚴啦。呢個波根本都踢唔到波嘅，喺個後邊度夾硬落腳㗎，黃牌應該波嘅人都有啲即係好大嘅興趣啊！余子能撩到埋嚟啊，俾對手快步清翻走，運用去邊啊？都係卡斯嘅高波 OK 啦，呢迎面而來高波唔係太驚你啊，講到其實就。再頂，哎呀彈到地添喎 ，set 翻轉嚟諗住位，揾唔到射波啊，傳咗好多腳噶啦。好啦，足夠人喺度嘅，小心噶啦，吸翻轉頭右腳，個波彎到埋去遠處位再 set 危險。最後呢個波就俾佢搏到啊，咁樣 set 埋嚟，10號嘅拉基賀新嘅入波啊，慘啊！呢個波咧 set 埋嚟嘅時間亦都係夠快啊，佢起碼出腳。好啦，1比1重新嚟過啦嚇，拉基賀生嘅入球協助作嘅孟加拉追成1比1平手先。咁但係孟加拉球員就非常之興奮啦嚇，11個打10個之下都把到一次機會。其實成場拉基賀生再睇多次啊，長傳轉向啦，空晒個波 set 埋嚟，配合到啊，佢係飆得好快，真㗎拉基賀生。咪先係法希馬左擺右擺，擺脱咗阿華頓，送長傳呢邊伊斯林 set 到埋嚟，然之後插埋去搶快一步先係拉基何生。呢個波都夠快嘅嚇 set 埋，咁啊變咗咧就配合到。回翻轉頭先，係咪 send 高波長傳埋去？哎呀冇問題，頂得住有一啲線步嘅情況啊！再打彈地，攝贏你先，小幸。中啦，嗰啲其實上半場曾經一度領先嘅，就安永佳12碼就幫港隊36分鐘先開紀錄，咪之後76分鐘啦。咁你都仲係有8分，咁仍然都仲係有咁嘅機會出線啊！